廣東廣西係講古講今吓，今日6月4號，23年嘅今天，中國嘅北京天安門廣場同埋整個北京市呢，發生咗一件震驚世界嘅事件。無論你係邊個，無論你嘅立場觀點如何，都唔能夠忘記呢一天嘅。因為如果你係企喺鄧小平嘅立場，你就話呢一次係呢個反革命暴亂，係要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要呢個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嘅共和國。咁呢啲嘅暴亂呢，當中犧牲嘅人呢，持呢種觀點嘅人呢，係唔能夠忘記，同埋應該向呢啲共和國衛士呢致以崇高敬意嘅。如果反之係持另外立場嘅呢，就認為即係學生呢個民運人士，呢個北京嘅市民啊，用血肉之軀去擋呢個裝甲兵部隊啊，做出一啲犧牲，為咗爭取民主同埋自由，爭取中國嘅開放改革能夠繼續落去。咁對呢一啲觀點嘅人，亦都認為呢六四係唔可以忘記嘅。所以今日我哋會講呢個問題。仲有一個問題呢，就係中國同美國先後發佈咗所謂有關嘅人權嘅報告，咁啊觀點完全係相反嘅，都係一個新聞。我哋今晚呢搵時間都會講下。今晚呢嘉賓呢就有阿許晶生，小弟馬鼎盛喺度同大家等住接電話嘅。好，一陣翻嚟，大家無望六四。個人意見節目廣東廣西現在開始。
廣東廣西之講古講今星期一啊，今日係6月4號，咁樣我哋會專門提一提23年前北京發生嘅所謂6四事件。咁啊，本來今日呢係請咗劉夢熊博士同阿許貞生、小弟馬丁成三個一齊嚟講呢件事，但係由於可能係維園嘅集會嘅原因啦，嗰兩位可能會遲一步到。咁我哋不妨一齊回顧一下1989年嗰件事係點發生嘅呢？當然呢個導火線呢，大家都認為係中共嘅前總書記胡耀邦先生不幸去世，咁啊引發咗呢大批嘅群眾啊，不但係北京，而且全國都好沉痛咁悼念呢位中國開放改革嘅共產黨嘅領袖，非常之唔容易。胡耀邦先生呢個從一個紅小鬼開始參加革命，一直到結束咗文化革命以後，佢出任中共中央嘅黨主席，後尾改名叫做總書記，咁就主持呢個開放改革。喺呢個之前呢，佢已經係作為中共中央嘅組織部部長同埋黨校嘅校長，為呢個開放改革鄧小平上台做咗大量嘅工作，係將好多喺文化大革命當中受到冤屈嘅幹部群眾平反啊，咁就獲得咗相當大嘅威望。因為呢個相當唔容易嘅，作為中國共產黨公開承認、勇敢咁樣承認自己做錯咗，而且承擔咗呢個責任，呢個歷史責任。咁胡耀邦喺台上呢做咗好多為國為民嘅事，最關鍵呢就係堅持呢個開放改革嘅胸懷。但係不幸呢，佢係被黨內一啲頑固派終於呢係以莫須有嘅罪名將佢趕落台。當然咁佢亦都係維護黨嘅團結，咁啊承認錯誤，保留咗呢個中央政治局嘅職務。咁就喺1989年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邊呢，佢就心臟病發啊，其後呢就不幸逝世。咁啲人悼念佢呢，主要係悼念呢個係一個開放改革嘅一個先鋒，係鞠躬盡瘁嘅，為國為民嘅。當其時呢，佢仲有一個特點，就係同貪污腐化絕對無緣啊！據說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嗰陣時呢，下邊已經有好大反應，就係由於係開放咗以後呢，中國經濟就飛速發展，咁樣以權謀私，攞住啲權利貪污啊，挪用公款等等呢啲事件呢，就越嚟越多，越嚟越嚴重。當其時呢，政治局委員鄧穎超，即係周恩來總理嘅遺孀啊，佢就好憤怒啊，好唔客氣咁樣喺政治局上面表態。佢話在座嘅各位，除咗兩個人，我唔敢包，你哋其他人有冇呢啲現象啊？你哋自己或者你哋家人有冇貪污呢啲咁嘅現象？官倒，所謂官倒啊，就係以權謀私。佢話邊兩個人冇呢啲現象呢？佢話我冇啊，我冇仔女攞錢做咩？冇啊，而且我會好似周恩來在世一樣克己奉公。第二位我保證冇嘅，邊位呢？胡耀邦啊。咁呢一段嘅秘聞呢，係流傳相當廣嘅。咁胡耀邦逝世之後呢，民眾就自發咁樣去悼念佢。當然當局呢就唔會咁開心噶啦，因為都明知係咩意思噶啦。悼念佢就等於係對打倒胡耀邦嘅人嘅唔滿啦啊！咁呢啲就係好明顯噶啦。咁啊，許生到啦，我唔緊要，我哋呢就頭先一路介紹啊，即係所謂6四事件係點樣嘅過程。咁啊介紹到即係胡耀邦去世，
清明嗰日又係中國人即係悼念即係先輩嘅日子啦，咁就開始北京市民學生自發咁樣去天安門廣場用呢個獻花，用呢個獻詩演講等等嘅形式去悼念呢位即係改革嘅先驅者。冇錯。咁就香港都好大反應啦。係當時許生雖然你都唔係好大年紀，應該尚且年幼，有所回憶啊。係咁就唔好意思啊，馬 Sir 同埋各位即係電台前面嘅觀眾，因為咧就每年去維園咧，就老實講咧，我就估唔到今年咧23週年咧人係多成咁嘅。估計有幾多咧？我有啲朋友都去咗翻嚟話球場就滿晒啦。我就除咗舊年冇去咧，就因為20同埋21週年咧，人數都相當之多嘅。今年23年啦，咁我就具體人數咧可能唔容易講，但我只能夠講咧，頭先我就10點正個大會結束咧，就離場咧就花咗成個幾鐘頭咧，先至嚟到即係廣播道咁。咁其實喺往年咁多年嘅經驗咧，今年肯定係我諗起碼係最多人去嘅3至5係其中之一個啦。即係過咗組織者所預期嘅15萬人，我相信相當係啦，係啊，即係當然警方點講咧？係啊，即係警方通常就有時係打個6折，有時係打個4折啦。環保嘛咁咧就警方有時都會為呢個支聯會即係節約一點嘅咁但係咧今年就無論即係點樣計算都好啦，個人數咧就係相當之多嘅。係咁就而且好唔同嘅就係亦都係的而且確好似主辦單位所講啦咁就由香港以外嘅無論係海外華人還是係內地嚟嘅朋友都好咧，係新嘅特色。咁咧就具體數量有幾多咧？就當然都唔會話非常之驚人嘅。咁但係起碼咧都係一個好值得我哋即係注意嘅一個現象。點解咁多年輕人，尤其喺內地落嚟嘅年輕人或者其他背景嘅人士就持續去參與為呢個運動咧，即係去呢個加溫加火咧？呢樣嘢係值得我哋注意嘅。應該講係好不容易。係咁我哋唔同啊，許生雖然你係即係去一次都即係要奔波啊，但係畢竟係抬腳就到啊，香港地啫嘛。咁啊，佢哋咧不但係千里迢迢，或者即係起碼係要過羅湖啊。但係佢哋仲有一樣，因為佢哋仲生活喺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冇錯。啱啱呢個新聞咧，中共嘅發言人仲係喺度鬧緊美國佬，話喂，你咁鬼多事做咩啊？說三道四，我哋咧唔提呢件事啦，我哋交代晒啦，已經。我哋每年都即係不厭其煩咁要回應你。你冇搞錯啊！即係我哋而家中國人都應該係向前面看啦。應該係有更重要嘅事去做啦。點解你仲喋喋不休咧？咁啊，我覺得好有趣就即係近日啦就係當我哋即係諗起即係六四即係唔誇張講咧，都算係我哋當代嘅一個國殤嚟嘅嚇。咁咧，但係咧就與此同時咧，就啱好就呢個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啦就登基60週年咁。冇錯。咁無論係香港，即係我哋多多少少都有啲即係英國嘅情懷啦，還是係外國啊，尤其係英國、美國更加唔需要講。佢哋講呢60年咧，不斷咁樣回顧啊即係呢個由伊麗莎白公主到呢個伊麗莎白女王60年嘅每一個點點滴滴。咁相對於英國嚟講，我哋中國歷史更加係源遠流長啦即係變發生嘅起起伏伏更加多。點解我哋呢個民族竟然係可以同人哋講話往事不休提嘅咧？咁樣有啲人咁講啫。我哋認為每一個有良心嘅人，冇錯。我開始都已經講咗啦。唔論你乜嘢立場，你即使話係呢個鎮壓反革命暴亂，使到呢個社會主義千秋萬代可以繼續下去，你持呢個立場都唔緊要噶。因為我哋仲保留住當年嘅官方嘅出版物啊嘛，冇錯。共和國衛士啊嘛，犧牲嗰5位，咁你就算悼念佢哋嗰幾個，即係咩俾汽油燒死嘅，俾暴徒殺死嘅，你都唔可以忘記啊嘛。而且當時你講嘅係反革命暴亂，而且有一點呢個事實呢，我哋唔使爭論嘅，因為係事實嚟嘅，就係動用中國人民解放軍嘅精銳嘅裝甲兵部隊入城嚟到清場，我話清場啦，咁我諗未試過嘅，清朝未試過，清朝都唔會喺北京咁殺法啦，係嘛？咁北洋軍閥曾經試過段祺瑞做阿頭嗰陣時，試過一次，咁就俾魯迅鬧到懵晒。
死幾多人，好似死20幾個人咁，係就係咁啫嘛。段祺瑞唔知當時係咁大件事，後尾知道以後咧，佢長跪不起，同埋食長齋，咁佢係軍閥啫嘛，冇錯，一班人軍閥，佢都唔敢話做呢啲咁嘅嘢，而且毛澤東在位嗰陣時咧，多次講過一句名言，佢就話鎮壓學生冇好下場，喂，佢知嘅，係嘛，所以喺佢在生嗰陣時，1976年鎮壓呢個北京4·5運動嗰陣時，冇用解放軍，雖然有啲話係解放軍除咗衫着便服，冇攞槍啊，冇開槍啊，係攞木棒啫嘛。你嗰陣時話天安門冇死一個人，冇人同你拗，真係唔使死。你係咁啲大棍毆張過來，咪走咯，係嘛？清場就係咁回事啫嘛。但你動用裝甲兵部隊、坦克車，一路鳴槍咁樣殺將入去。我孤陋寡聞，雖然我學歷史出身嘅，真係唔記得中國首都發生過啲咁嘅嘢。你話黃巢起義殺入去咁啊唔同啊，嗰啲係打仗啊，即係你對手係手無寸鐵嘅市民嚟嘅。即使你話暴徒殺咗幾多個解放軍，喂，呢個幾百萬分之幾啊？即使算係有咁回事啊，你係咪因為有幾百萬分之幾去大開殺戒呢？咁，所以就有咗以後嘅行動上嘅懺悔，唔講暴亂啦，變成風波啦。話咩叫風波啊？許生，我真係搞唔清楚。我就記得即係岳飛喺風波停死嘅啫。風波，咁你輕描淡寫，即係你想淡化佢啦。冇錯，即係好婉轉、好迂迴咁樣認錯咯。的確係，咁就正如頭先即係我所講啦吓，即係我哋中國作為一個即係阿馬 Sir 同我本身都係學歷史出身嘅吓，即係尤其係即係讀史嘅人咧，就係會覺得喺歷史入邊有好多嘅教訓咧吓，就係往往係警醒呢啲成日同我哋講呢啲往事不休提嘅統治者咧吓，其實就係越係咁樣越係要即係反省翻，其實究竟吓即係過往究竟發生咗什麼事咧吓，即係所謂嘅鑑古知今咧就唔係一句套話俗話嚟嘅吓。我哋今日中國嘅發生嘅好多嘅問題啦，或者話最核心嘅問題咧，同我哋冇好深切咁樣反省或者正視咧，起碼係正視啦吓。當時嘅歷史嘅一切事實啦，同埋是是非非咧，都係相當之有關係嘅。如果我哋正視完入邊嘅是非，係評判完入邊對錯之後咧，你先至同我哋講話一切都付笑談中咧，咁樣係可以嘅。咁啊，純粹由即係頭先阿馬 Sir 都提過，由開頭叫做政治風波啦吓，之後連政治都唔講啦，就叫做一個風波。到依家咧就最好你哋就唔好提，即係國內外嘅媒體或者獨立人士都盡量唔好提咧。咁啊，說明咧就係話，其實到今時今日為止啦吓，即係呢個政權咧都冇一個咁樣嘅道德勇氣或者歷史嘅承擔咧，吓起碼去正面去面對呢個問題。咁我哋今日成日講，無論你話係大國崛起又好，即係中華復興又好等等，一個泱泱大國嘅態度咧，喺呢件事上邊咧就係完全係得唔到一個體現嘅。咁而且退一萬步講啦，無論係即係呢個天安門母親又好吓，還是係今日去到現場嘅呢個方正先生嘅呢個受難者，或者叫做佢自稱做幸存者都好啦吓，還是係今日香港嘅，譬如今日維園嘅，無論係幾多萬嘅呢個市民去悼念都好啦。其實中國人，包括我哋香港人在內，我哋嘅要求呢係非常之卑微，我哋嘅胸襟呢係非常之廣闊嘅。咁其實站在呢一個角度去講啦，其實中國政府比起任何一個喺歷史上曾經存在過嘅，你叫做專制政權又好，極權政權都好呢，佢要面對歷史審判呢，其實係要輕得多吓。問題只係你有冇咁樣嘅勇氣同埋氣魄嘅啫。咁呢樣我估計呢，喺可見嘅將來。再過一兩屆啦，都應該有一個準確嘅答案，因為一啲由於呢個即係領導人嘅更替啊，佢會唔關佢事啦，佢手上已經冇血啦，咁佢何必仲要幫前任去孭呢個飛呢？好啦，而家時間差唔多，我哋先聽聽新聞，然後翻嚟我哋繼續談呢個六四事件。擴闊知識領域，網絡文化通識。星期一至五，香港電台第一台，晚晚同你講東講西。好，翻到嚟，我哋繼續係講呢個六四。咁啊，喺直播室有啊許晶生、小弟馬鼎盛。講起呢個六四事件呢，佢應該點樣去梳理佢個脈絡呢？我都幾同意趙紫陽嘅一種敘述。係點樣？佢話係由於
官倒同埋腐敗，引起呢個群眾嘅不滿，係同埋學生運動。由於1989年應該係5月26號嗰個社論係嘛？4係526嘅，唔係426社論，426社論就將呢個學生定為動亂，咁就引起學生更加不滿，就引起學潮同埋市民嘅呢個上街，然後就由於戒嚴，即係政府係決心用武力鎮壓啦，就引起呢個騷亂，即係呢種解釋咧，我覺得比較符合邏輯，就唔係陳希同啊、李鵬啊佢哋所講嘅係倒轉過嚟，係你先搞震，然後我咧就宣布你係動亂，只不過係客觀咁樣敘述啫，係你衰先嘅，然後咧即係你上升到騷亂啦，我不得已先至戒嚴，然後你上升成反革命暴亂啦，我就必須要攞軍隊嚟彈壓啦，即係呢種講法就係啱啱好一個錯位，即係到底邊個係因邊個係果，咁啊而家咧新出咗一本，喺呢個之前好多當事人都通過各種渠道發過呢啲咁嘅回憶錄啦，冇錯，李鵬係有啊，呢個阿趙紫陽係有啊，咁啊呢次係輪到當時嘅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啦，咁啊陳希同佢嗰本書我冇睇晒，但係啲觀點咧好明顯就係洗脫，即係喂大佬唔關我事噶，開槍戒嚴我係咩啊？我北京市長噶咋，連呢個政治局委員都唔係，大家都知道中共嗰個架構噶啦，一哥說了算，討論乜嘢咧？就政治局常委裏邊3、5、7個人喺度圍傾掂佢，真正討論行文咧就政治局決定，咁如果你政治局委員都唔係，你根本就係執行者，咁就佢就話。就連嗰個咩戒嚴嘅報告啊，或者係咩書面嘅發言啊，即係代表中共中央，嗰都唔係我寫嘅，咁懟俾我組織決定我嚟讀啫嘛，即係因為我係北京市長，喺北京部分地區戒嚴，咁我從呢度咧睇出嚟有一點，就起碼佢個口頭話，我到今天為止，我仲認為即係喺天安門做呢啲所有嘅事，政府係必須嘅，係逼不得已嘅，但係佢呢種甩身嘅脫罪嘅呢個思維啊，已經係認罪啦。如果唔係，你應該報功啦，喂，拍晒心口，嗱，我立功噶，就因為立功，所以我由呢個唔係政治局委員升咗政治局委員，兼呢個北京市長，又兼埋市委書記啊，咁威，咁即係我哋從事實睇，就係當事人手度有血嘅，應該係即係主犯之一。佢都知道對同錯啦嘛，冇錯。咁啊，我諗啊好有意思嘅就係一嚟就正如頭先我哋所講啦吓，即係隨住即係時間嘅推演啦，咁就唔少嘅當年嘅即係最主要嘅決策者或者執行者咧，其實就都唔係話年近古稀噶啦，可能就可以已經係即係行將就木添。咁咧就但係咧中國人咧，尤其係即係上層嘅政治人物就好有意思嘅，就好怕咧就留下身後嘅罵名咁樣嘅吓，就唔係個個好似阿雍正帝咁堅嘅吓。咁所以咧就正如頭先阿馬 Sir 話齋啦吓，咁就好多人無論係李鵬日基吓，即係無論係即係真爺假爺都好啦吓，或者今次嘅陳希同嘅就即係當然佢喺當年嘅即係中國政局入邊嘅角色吓，或者同中國元老嘅淵源，當然就唔可以同李鵬相比啦吓。咁但都係即係數落嚟嘅4、5個人物之中咧，都有即係陳希同嘅名單即係在內噶啦。嗰出戲佢係主角之一，呢啊走唔甩噶啦。冇錯，咁啊，但係咧就好有意思嘅係咧，就係話如果李鵬啊、陳希同啊個個都為自己脫罪嘅話咧，其實咧就一方面咧就正如我哋頭先提到啦，就係話咧其實嗰個是非咧就已經從呢個過程啊，無論佢嗰個供詞啊是否真確都好啦，已經說明咗佢內心咧係有一個道德嘅判斷喺度嘅。如果唔係罪，使乜脫啫？係使乜避啫？冇錯，卸啫。吓，咁其次咧就係佢哋自己卸咧，就鑊只會越卸越高嘅啫，就唔會卸咗落下邊嘅吓。咁如果佢哋啊無論係國務院總理又好，
好，還是北京市嘅市政府負責人都好咧，都話佢哋唔係決策者咧。當然都承認有個點事實咧，就係喺嗰個年代咧，即係嗰紮元老咧，所謂嘅元老咧，都仲喺度嘅時候咧，就算係政治局常委咧，都唔一定係真正拍板嗰個。你講得啱啊！胡啟立係政治局常委，有咩用啊？係咁啊，甚至乎胡啟立自己即係其實都有唔少即係公開嘅文章啊，或者有唔少寫啊咁樣。其實當時佢嘅角色或者佢嘅態度咧嚇，其實都係即係就並唔希望見到即係最終嘅時間係咁樣去發展落去嘅。佢投票佢係唔主張呢個戒嚴噶嘛。係咁，所以咧就當然啦，正如頭先阿馬 Sir 都提到啦，即係呢個所有重大歷史事件個因果咧，其實都係犬牙交錯嘅，邊個因邊個果咁。咁但係咧，亦都係歷史，亦都係好有趣啦嚇。佢嗰個真正嗰個邏輯咧，無論嚇當時者點樣想去掩蓋都好咧，總係有啲蛛絲馬跡咧，或者總係有一啲過程咧，我哋可以即係知道係點樣樣。咁但係有一點係事實上你要知道咧，就係我哋都冇必要咧嚇去將89嘅民運或者學生或者工人市民嘅運動都好啦，將所有事情咧就將佢去神聖化嚇，或者係將入邊所有嘅譬如中共佢哋曾經提到入邊係咪有騷亂啊，或者成個事件叫做動亂都好，由北京蔓延去到其他城市啊等等咁樣樣。咁其實係的而且確當時係有一定嘅混亂嚇，而甚至乎呢個混亂嘅規模咧，即係以中共建政以嚟咧，其實唔算少嘅。就譬如我有啲即係比我年紀更輕嘅朋友咁樣樣啦嚇，咁都咧曾經提過咧，佢好年幼嘅時候咧，咁就係遠至四川啊嚇，譬如重慶啊、成都呢啲地區咧，就的而且確咧真係有一啲嚇，即係比較混亂啲嘅情況，甚至乎咧就威脅到一啲政府機關嘅人員，甚至乎佢哋嘅孩子嘅安全啊等等。咁但係呢啲細節咧，就無論即係政府點樣去重複都好啦，都掩蓋唔到嗰個歷史嘅大是大非，或者佢原先嘅脈絡係點樣樣嘅。咁呢個咧，我相信亦都係咁多年嚟啦嚇，即係我哋香港市民喺維園度嚇去堅持呢個理念，或者想追尋呢個真相嘅一個目的嚟嘅。我哋講古講今咧，其實就係想搞清楚一件事，即係6·4已經過咗去23年啦。當然我哋唔能夠成日咬住佢一啲枝節去做，但係我哋首先要搞清楚，而家中共佢搞集體遺忘，佢用意何在呢？用意好危險，就係當初6·4發生嗰陣時嘅第一個風起清平之末嘅就係佢奸。就學生話：喂，你唔啱，你咁樣吓官倒，咁你接唔接受啫嘛？睇你都接受，乜事冇噶。冇錯。啊，到今天為止一樣啊嘛。即係中共，你作為一個領導者，係一個執政黨，有唔對嘅地方，從下到上嘅意見，你首先你接唔接納？接納，然後咧，你去有啲唔接納得嘅喎，馬鼎盛。比如講呢個係貪腐呢樣嘢咧，黨成日都講噶啦。你繼續貪腐咧，就亡黨啊，亡國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由上至下而家都係貪腐啊嘛。咁你唔可以話呢樣嘢會動搖黨的基本嘅喎。咁你好似呢個上海嗰個市委書記，係咁咪話佢貪腐咯。咁又捉一班，又有另外一班出嚟啊嘛。咁你唔可以話佢唔認為貪腐係衰噶嘛？佢認為係衰啊，但係冇辦法啦。嗰樣嘢已經好似即係所謂白蟻啊，即係住晒成間屋噶啦。某個程度，你點解6·4事件啊咁緊要咧？有兩樣嘢。第一就係話佢擺到明叫反貪污。貪污反官倒緊要啊嘛，咁啊咧貪污同官倒呢兩樣嘢咧，就真係共產黨嘅白蟻嚟嘅。嗱，貪腐咧就冇辦法啦，即係你一去到開放改革之後咧，其實就唔單止中國噶噃，你睇翻呢一個之後蘇東坡事件之後咧，你睇而家蘇聯啊，凡係嗰啲喺社會主義國家裏邊解放出嚟嘅咧，一開始嘅經濟咧都一定有呢一個貪污嘅盛行嘅，亦都有官倒啊，即係話部分人咧就化公家嘅資產為私人資產，你而家即係買起呢一個車路士啊，嗰啲咩嗰個蘇聯佬啊，順手啊嘛，油先科油先科啊，你冚唪唥都係嘅，即係一定係有呢個問題出現。咁但係呢樣嘢一反官倒咧，就即係動搖共產黨的基本啊嘛，馬鼎盛。咁但會唔會調轉嚟講咧？即係如果呢個貪腐嘅問題或者官倒嘅問題啦，即係其實所謂官倒咧，即係當時下即係香港聽眾未必好了解咩叫官倒啦。咁啊都係嗰個即係喺特權嘅時，即係
要用呢個即係特殊嘅時代啦嚇，即係用呢個特權，即係令到呢個價格雙軌制咧，就好多嘅資產咧就國有變成私有咁樣。冇錯，即係用呢個時代嘅風潮咧，本身就國家嘅呢個經濟開放嘅一個大好嘅一個潮流嚟嘅嚇，或者一個起頭嚟嘅。咁但係咧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其實好甚至無咧，我就好可以話咧喺呢方面嘅問題咧，中國咧可能比起前蘇聯即係今日俄羅斯啦嚇，仲已經好唔少噶啦嚇。咁咧，但係咧就係，但調轉嚟講，會唔會係話就係因為呢啲官倒或者當年即係呢個八九民運所提嘅呢啲即係希望？不過調轉嚟講咧，其實你諗翻當時民運，無論係即係工人又好，還是係一般北京嘅市民都好啦嚇，佢提出呢個反貪腐反官倒啦，其實係反而對你中共政權咧係有一絲希望，甚至乎係有相當嘅希望咧，先至會向你提出呢個所謂嘅係嘛，即係以奸救國咁樣樣，係咪可以咁理解？但係你唔接受啊嘛？而家咧更加重要一個問題咧就係呢樣嘢唔單止係學生運動啊，即係點解搞到要坦克車啊、軍隊一路殺入北京城咧？大家都記得啦，都呢一個運動嘅後期啊，大用月中之後，就係連佢裏邊啊，自己共產黨裏邊嘅國營嘅好多嘅職工，包括即係人民日報啊、新華社啊、其他咩工會啊，全部都起來啊嘛。係，咁你嗰度啊真係動搖佢成個黨個統治嘅基本噶嘛。係，咁呢個咁你時有一種即係如果你能夠早期啊，能夠真係同學生對話，但係咁又唔掂。佢對咗話，李鵬咪吳爾開希都着件吳爾開希叫對話喎，咁叫咩？咁叫互相鬧咗訓斥，即係李鵬就以為佢訓斥啲僆仔，僆仔咧就走去頂佢，頂心頂肺咁啊，唔係叫對話。啱次你不可不知啊，中國有中國特色，中國共產黨咧亦都有佢嘅特色。喺呢個1989年嗰陣時咧，即係回顧中共執政嗰幾廿年啊，已經係好大嘅進步啦。以前一個高貴為總理，點會見你一條僆咧？冇理由噶嘛。仲要你着住個睡衣，即係掛住個吊瓶咁樣。我又要同你拗下。你有過咩先例啊？係啊，我50、60年代成日睇嗰啲影片啊，見到毛澤東啊呢啲高級領導人啊，陳毅啊諸如此類下鄉就同啲農民啊乜乜嬸啊好好傾噶，乜乜嬸話完全不可類比啊！嗰啲招大貴啊，嗰啲種子大貴，咁主席話搞掂得，我翻去搞掂，我聆聽人民的說話同聲音噶嘛。嗰啲叫視察吓，嗰啲係視察，去見你哋傾下偈。哦，今次點解話對話係破天荒咧？對話個對字已經有一個對立嘅意思喺度啦。在某個程度，即係話呢班學生冇平等嘅，即係你話佢形式平等，大家坐喺度傾偈，你一句我一句都可以講係平等。但係呢個對話咧，就已經有咗你係以呢個群眾運動、學生運動嘅形式，逼我做一啲事。喂，咁係事實嚟嘛？唔係呢啲係，即係我就敘述李鵬去見，喂出邊成幾萬人、幾千人喺天安門跪晒喺度噶啦嘛。但係嗰班人其實嗰啲唔係人嚟。學生領袖呢啲學生領袖係指唔喐佢哋噶嘛？你作係啊？你又唔係有一個組織？你真係。廣場都有個指揮部嘅，真係唔得㗎，係有指揮部都係假嘅。你只能夠係用最過激嘅口號，下邊先聽你。如果你稍為有少少即係話妥協啊，即刻噓你。即係嗰啲你名義上係指揮部，名義上係咩？你冇個上下級嘅關係，冇一個令行禁止，即係你選咗我出嚟啊嘛。我嘅說話你哋要聽噶啦，未必，未必。你唔係話即係好似當時中共所講，呢一次係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即係呢9個字係好抬高咗，抬舉咗個分，根本合就唔係。如果係有組織、有預謀、義無組織，開玩笑，點會玩成咁啊？係嘛？即係呢啲唔可能，即係等於係屈呢個林彪571工程，話要以軍事政變推翻老毛。後尾黃永勝呢班友都大嗌冤枉，話如果我哋想搞，點會搞到咁和啊？搞錯啊！我諗阿馬 Sir 又即係點出咗個重點啦，即係其實事後有唔少嘅民運領袖或者係俾佢哋即係再年長少，譬如阿胡平佢寫嗰本即係中國民運入邊
都有提到嘅。當時即係呢個呢個即係呢個學生運動啦，就即係有一個困境咧，就係咧有唔少嘅學生，無論係即係絕食，即係喺呢個體能上又好，還是喺精神上都好啦，還是係同政府嘅其實都暗地裏都有啲磋商嘅嚇，係咪可以搞個局啊咁樣樣？尤其最重要嘅就係中間，即係我哋唔好唔記得，即係呢個中蘇關係突破嚇，即係呢個戈爾巴喬夫即係訪華嘅時候咧，都好想嚇，即係喺人民即係喺呢個人民紀念碑前邊，即係你天安門廣場嚇，即係升下呢個國旗啊等等。其實同學生都有啲磋商嘅。咁樣學生咧事後就會講翻啦，喂，但係就有個問題就係話，正如頭先馬 Sir 點出啦，話就話我係總指揮啫，係咪先？當我想叫埋啲學生退嘅時候咧，係有好多譬如由全國各地，包括上海啊其他大城市嘅學生咧，重新嚟到，即係熱情咧就正喺個頭上嘅時候，根本係群龍無首。你如果想將千百萬人組織起上嚟咧，第一需要一個時間，第二係需要通過反覆嘅呢個磨練，先至能夠形成真正嘅群眾領袖。你話毛澤東從一開始秋收起義，甚至翻轉頭25年湖南農民運動，或者佢喺呢個廣州農講所嗰陣時，佢都未有耐咁嘅權威。佢講說話鬼聽你啊！嗰陣時都仲係個農民頭毛澤東，或者個書生毛澤東。就算你拿住蔣江山，中央話事啦，拿住蔣江山幾千人同朱德。紅四軍啦，已經有幾千支槍啦，有塊根據地啦。佢仲一開會，紅四軍嘅黨委會咪懟鬼冧佢咯。係啊，人哋話喂，打仗你又唔得，係得個講字，你又搞運動咩？你唔係搞運動打自己人啊？結果嗰次開會咪選咗佢出嚟咯，咪陳毅上咯，朱老總上咯，係嘛？係，所以真正形成權威咧，到遵義會議都未有耐，係佢係真正到七大先至形成權威。馬鼎盛，我哋講翻轉頭，就話其實學生運動咧，只不過係燃點起一個火頭啊！即係呢件事點咁大件事咧，就即係根本咧，共產黨裏邊咧，某個程度都龍女反。咁啊，連香港都係啦，你都指揮唔到文匯報啦，係咪？香港兩個大報啊，即係大公報就比較上，但都係書生作反啫，唔係一件事，但係就唔同以前啊嘛，以前一定係黨由頭一路指揮落嚟噶嘛，甚至而家都一路指揮緊。你講到呢個問題咧，係呢個問題大啦。就點解會有呢個現象出現咧？係一個奇蹟嚟嘅，因為當時咧。趙紫陽係總書記，係名義上咧佢係一哥，但係趙紫陽咧又要話俾蘇聯人聽，話唔係，唔係我話事嘅，馬鼎盛話事。有啲咩事咧，我哋都要小平同志。咁啊，事實上又係鄧小平一言九鼎，即係佢以後所承認嘅話，毛澤東喺度嗰陣時，毛澤東話事咯；到第二度嗰陣時，我話事咯。你唔好理我係邊個，即係大家可以出聲，最後拍板。我講咗，我說了算，係嘛？咁呢度咧就形成咗一個麻煩啦。即係喺真正拍板決策嗰陣時，趙紫陽唔同意鄧小平嘅講法，唔同意鄧小平嗰啲手下，比如講李鵬啊，即係呢班友。咁啊喺中央形成一個分歧，冇錯。呢個所以你話文匯報指唔喐，喂，佢哋話我哋聽黨中央嘅，因為黨中央邊個咧？法理上啱，係啊，法理上啱。我點知你邊個？佢係最大噶嘛，梗係啦。咁點解我哋唔聽佢咧？即係我哋梗係聽廣播處長啦。咁啊一直到即係大兵嚟咗，原來趙紫陽係唔管事嘅。趙紫陽咧同溫家寶話：喂，而家咁啊，即係我作一下最後嘅努力啦，即係召開個常委會，我哋再傾一傾啦。好啦，聽啦。溫家寶話：不必啦吧？喂，你係中辦主任，你即係我嘅跑腿嘅啫，我唔係徵求你意見，我而家命令你去召開會，你都走啦，不必啦吧？咁嗰頭咧就去報告老鄧，可能係忠言嚟嘅，可能係忠言嚟嘅。老溫當年唔係法理上係應該開嘅，我又贊成阿馬鼎盛呢個。唔係咁，但係冇計嘅。當年你做黨，你冇理。咩叫總書記？咩叫總書記？即係總書記，雖然我喺常委會度只都係一票，但係咧講完都係輸噶啦，但係我都要開噶嘛。召集人。都係我係嘛，都可以開一次會嘅。即係我嬲你哋嚟炒我魷咁都得啩？鬼唔想啊！咁都唔得。咁可能溫家寶咧就係當時佢已經知道
你就算係我發文，人哋都廢睬你啦，都未有人哋知道權利中心喺老鄧屋企，可能衰多鑊添，係可能得罪老人家，佢亦都唔怕衰多鑊，佢嗰陣時已經係下定決心不怕犧牲。哦，你講趙紫陽啫，係啊，趙紫陽啊，許生話係溫家寶驚衰多鑊係嘛？係啊，話溫家寶驚衰多鑊，人哋仲後生啊嗰陣時。溫家寶佢當然知道即係邊頭有權啦。即使係你做一哥嗰陣時，軍委第一副主席嗰陣時，你都已經係扇過一次噶啦。我 N 次以前喺講到我真係講過啊，就話趙紫陽去視察呢個北海艦隊嗰陣時，一時興起，話幾好喎，呢個潛艇咁新淨，我都未去過，咁啊艦腳想上去，係咁啊當時攔住佢啦，係話唔好意思，我哋未得上級通知，係你上唔到去。唔係趙紫陽話，我都唔係上級，唔係吓，唔係，即係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我話想攬上你攔我，係啊，嗰個唔好意思，咁即係話，其實話你嗰個軍委第一副主席假嘅，你都冇軍權嘅，即係我哋係聽上邊嘅啫嘛，咁所以趙紫陽應該好清楚呢點，而當時咧點解會坦克入城咧？有一種講法就係呢坦克唔係對付呢個民嘅，係唔係對付呢個北京市民嘅，係對付有可能嘅兵變，冇錯。咁啊，大家都知啦，38軍軍長話唔去噶啦，係啊，佢冇出過。你話調我去，後嚟佢嘅下場係點？下場咪我真係冇乜拜拜咯。咁梗係拜拜啦，即係冇乜咬糧咯。呢個係江湖傳聞啦，定係咁係江湖傳？佢咬糧就係事實，係即係佢抗命咧就江湖傳聞，係啊，即係因為中共唔會有文件話俾你聽38軍長抗命，38軍部喐過，即係即刻抗有喐，係炒咗佢，任命個代軍長，再走，咁即係佢唔肯落命令啦，某個程度。唔係佢話我肯落命令，你一條軍委嘅委員嚟到向我口述唔得，咁啊口述個咁大件事，調兵入京，係唔該，俾個手令嚟，咁你梗攞唔到啦，有邊個？鄧小平手令，好啦，再攞多份，唔該副駐趙紫陽手令有冇？冇咁啊，唔合乎原則，唔合乎法理。咦，佢黨性都幾強，即係呢個黨指揮槍，佢黨指揮槍呢樣嘢，依法辦事啊嘛，咁啊咬糧啦，依法辦事。因為咁大件事，我哋係唔可能即係一條冷說了算噶嘛。好啦，聽我睇整支歌仔，愛人同志，羅大佑嘅。上了眼就想到了你，你像一句美麗的口號回不去，在這乒乓鬥爭的世界裡，每個人都要學習保護自己，讓我相信你的忠貞，愛人同志。也許我不是愛情的好樣吧，怎麼分也分不清左右，還向前看，是個未知力量的牽引，是你我迷失，或者是找到自己，讓我擁抱你的身軀，愛人同志。并购兩手牽，悲歡離合總有不變的結局啦。兩手牽，不變的，怎麼都不能明白，我不後悔。即使付出我青春的血汗與眼淚，如果命運不再原諒我們，會讓我靈魂進入了你的身體，讓我向你說聲抱歉，愛人同志。